大家一諗起伊朗，腦海入面浮現嘅第一幅畫面，可能都係漫天黃沙、蒙面嘅婦女，仲有極度嚴格嘅宗教法律。但係如果我話俾你聽，喺呢個宗教氛圍極為濃厚嘅國家入面，變性手術嘅數量竟然高居全球第二，你係咪覺得匪夷所思呢？而至於排名第一嘅國家，佢哋喺全球地緣政治入面嘅角色極度敏感，一旦付諸行動，隨時會將全世界拖入萬劫不復嘅深淵。今日我哋就嚟揭開伊朗神秘嘅面紗，睇下呢個國家到底有幾多顛覆我哋認知嘅驚人事實。我哋就由頭先提到嗰個最令人震驚嘅事實講起。喺好多人嘅認知入面，伊斯蘭國家對性別同埋性取向嘅態度係極之保守嘅。喺伊朗，同性戀更加係非法嘅行為，最高甚至可以被判處死刑。但係偏偏喺咁嚴格嘅法律體系之下，伊朗政府竟然係完全合法並且大力支持變性手術嘅。呢個政策嘅起源要追溯返去1987年。當時有一位叫做瑪麗亞姆嘅跨性別人士，佢原本係男兒身，但從小就堅信自己係女性。喺經歷咗無數次嘅掙扎、社會排斥，甚至被強制注射男性荷爾蒙之後，佢做咗一個極度大膽嘅決定，就係親自去佢當時伊朗嘅最高精神領袖霍梅尼尋求幫助。佢着住全套嘅男性西裝，但係戴住女性嘅頭巾，幾經波折，終於見到霍梅尼。經過深入嘅對話，霍梅尼被佢嘅真誠同痛苦打動，最終喺1987年頒布咗一項歷史性嘅教令，正式宣布變性手術喺伊斯蘭教義下係合法嘅。佢認為，如果一個人嘅靈魂同肉體唔匹配，通過醫學手段去糾正呢種疾病係可以接受嘅。自此之後，伊朗就成為咗中東甚至全球變性手術嘅中心。政府甚至會為嗰啲需要做變性手術但係經濟有困難嘅人提供高達一半嘅手術費用資助，仲會幫佢哋更改身份證上面嘅性別。呢種政策令到伊朗嘅變性手術數量暴增，僅次於排名第一嘅美國。講起美國呢個高居榜首嘅超級大國，擁有全球最龐大嘅軍事力量同埋最複雜嘅政治利益網絡，佢哋喺中東地區嘅一舉一動都牽動住全球嘅神經。一旦美國喺呢個敏感區域付諸任何極端嘅軍事行動，挑起全面衝突，無疑會將全世界拖入萬劫不復嘅深淵，引發難以想象嘅全球性災難。相比之下，伊朗喺變性手術呢個議題上所展現出嚟嘅前衛，同佢哋喺其他範疇嘅保守，形成咗一種極其強烈，甚至有啲荒謬嘅對比。不過，我哋亦都要明白，雖然法律上容許，但係喺伊朗社會底層，跨性別人士依然面對住巨大嘅歧視同埋家庭壓力。好多人做完手術之後，為咗逃避流言蜚語，都要搬去一個完全冇人認識佢哋嘅城市，重新開始生活。呢種法律同社會現實之間嘅巨大落差，正正係伊朗社會複雜性嘅最佳縮影。講開身體上嘅改變，伊朗仲有一個揚名海外嘅驚人事實，就係佢哋被稱為全球整鼻之都。你可能會覺得好奇怪，一個要求女性喺公眾場合必須佩戴頭巾，遮蓋大部分身體嘅國家，點解會對整容咁狂熱呢？其實答案正正就藏喺呢塊頭巾入面，因為根據伊朗嘅法律，女性出街必須要着長袍同埋戴頭巾，全身上下唯一可以合法展露喺人前嘅就只有塊面。既然衣服同埋身材都冇辦法用嚟展現個人魅力同埋品味，所有嘅焦點自然就集中喺五官上面。而喺波斯人嘅傳統基因入面，好多人都擁有比較大同埋帶有鷹鈎嘅鼻，但係現代化嘅審美觀受到西方文化嘅影響，越嚟越多伊朗年輕人渴望擁有一隻小巧筆挺，類似荷里活明星嗰種嘅鼻。喺德黑蘭嘅街頭，你隨時都會見到，無論係10幾歲嘅後生仔女，定係30、40歲嘅成年人，鼻上面貼住一塊白色嘅膠布，行嚟行去。呢塊白色膠布喺伊朗絕對唔係一種需要遮遮掩掩嘅尷尬標記，相反，佢已經演變成一種身份同埋地位嘅象徵。因為喺伊朗做一次整鼻手術嘅費用，分分鐘相當於一個普通打工仔幾個月甚至大半年嘅人工。能夠喺鼻上面貼住呢塊膠布，就等同向全世界宣布，我有足夠嘅財力去提升自己嘅外貌。甚至有啲人做完手術幾個月，傷口一早已經好返晒，都仲係唔捨得撕走塊膠布。更有啲極端嘅例子，有啲人明明冇錢做手術，都會特登買啲醫療膠布貼喺個鼻度，
用嚟滿足虛榮心、充撐場面。呢種對被捕整形嘅狂熱已經深深植根於伊朗嘅現代文化入面。有統計指出，伊朗每年進行整鼻手術嘅比例比美國仲要高出好幾倍。喺當地嘅中學，一班入面隨時有幾個同學一齊約埋去整鼻，父母甚至會將整鼻手術當成係仔女考入大學或者20歲生日嘅貴重禮物。呢種外在嘅束縛同內在對美嘅極度渴望，交織出一幅非常獨特嘅社會風景畫。由外表嘅修飾講到內在嘅修養，伊朗人有一套極度複雜，甚至令外國人崩潰嘅社交禮儀。當地人稱之為塔洛夫。塔洛夫係一種根深蒂固嘅波斯文化。簡單嚟講，就係一種極致嘅客氣同埋推搪之術。喺伊朗，無論你係買嘢、搭車，定係去朋友屋企作客，都會遇到塔洛夫。舉個例子，當你喺巴扎，即係當地嘅傳統市場，揀中咗一張好靚嘅波斯地毯，當你問老闆幾錢嘅時候，老闆通常會面帶微笑，將手放喺胸前咁同你講：呢件微不足道嘅嘢，你中意就攞去啦，唔使錢嘅，係我送俾你嘅禮物。如果你係一個唔識規矩嘅外國遊客，真係以為免費就咁攞走，咁你就大錯特錯，而且會被視為極度無禮貌。因為老闆講嘅只係塔洛夫，佢嘅潛台詞係：你係我尊貴嘅客人，我唔好意思直接同你講錢。面對呢種情況，你必須要同樣用塔洛夫去回應，你要堅持俾錢，然後老闆會再次推卻，話真係唔使客氣。呢種推搪嘅戲碼通常要來回上演3次，直到第3次或者第4次，老闆先會勉強咁嘆一口氣，講出真正嘅價錢，然後雙方先開始真正嘅討價還價。又或者你搭的士到埗之後，司機可能會話：為你服務係我嘅榮幸，車費就免啦。呢個時候你絕對唔可以講句多謝就落車，你要再三堅持遞上車費，司機先會收下。呢種文化甚至延伸到去人哋屋企食飯，主人家會將最好嘅菜不斷堆落你個碗度，即使你已經食到飽到上心口，如果你唔用極度堅決嘅態度拒絕3次以上，主人家係絕對唔會停手嘅。塔洛夫嘅核心理念係出於對對方嘅尊重同埋放低自己嘅身段。雖然喺現代社會，尤其係趕時間嘅時候，呢種繁文縟節可能會令人覺得好冇效率，但係伊朗人依然樂此不疲，因為呢個係佢哋維繫人際關係、展現波斯文明優雅同埋體面嘅重要方式。講到波斯文明，我哋不得不提伊朗嘅地理環境。好多人受電影或者新聞報道嘅影響，以為伊朗成個國家都係熱辣辣嘅沙漠，四周圍都係駱駝同埋黃土。但事實上，伊朗係一個地理景觀極度豐富多元嘅國家。佢哋擁有中東地區最出色嘅滑雪勝地。冇錯，你冇聽錯，喺伊朗係可以滑雪嘅，而且係世界級嘅滑雪體驗。伊朗北部有一條好長嘅厄爾布爾士山脈，最高峰德馬峰，海拔超過5000幾米，一年有大半年時間都被白雪覆蓋。距離首都德黑蘭大約2個鐘頭車程，就有好幾個大型嘅滑雪場，其中最出名嘅叫做迪津滑雪場。每逢冬天，德黑蘭嘅中產階級同埋富裕家庭就會揸住越野車，帶齊滑雪裝備，浩浩蕩蕩咁向雪山進發。喺滑雪場入面，你會見到一個非常奇特嘅景象：後生仔女着住最潮、最鮮豔嘅滑雪裝束喺雪道上面飛馳。雖然女仔依然要遵守法律戴頭巾，但係為咗方便滑雪，佢哋通常會將頭巾包喺滑雪頭盔入面，或者戴冷帽嚟代替。喺呢度，宗教警察嘅巡邏相對寬鬆，後生仔女可以喺雪地入面暫時放低市區入面嘅種種規矩，享受速度同埋自由。最吸引人嘅係伊朗嘅滑雪場擁有非常優質嘅粉雪，而且收費比起歐洲嘅阿爾卑斯山或者日本嘅北海道平一大截，吸引咗唔少精打細算嘅歐洲滑雪發燒友專程飛去德黑蘭滑雪。一個以為只有沙漠嘅國家，竟然隱藏住一個冰雪世界。呢種強烈嘅反差，正正係伊朗最迷人嘅地方之一。除咗喺雪山上面飛馳，伊朗嘅後生仔，尤其係女仔，仲有一種令人意想不到嘅極限運動愛好，就係跑酷。跑酷呢種源自法國嘅街頭極限運動，喺伊朗嘅年輕一代入面受歡迎嘅程度，絕對超出你嘅想象。德黑蘭作為一個建喺山坡上面嘅大城市，有好多高低錯落嘅建築物、樓梯、
公園同埋廢棄嘅工地，簡直就係跑酷愛好者嘅天然遊樂場。對於伊朗嘅年輕人嚟講，跑酷唔單止係一種運動，更加係一種表達自我、突破物理同埋社會限制嘅方式。佢哋喺石屎森林入面跳躍、翻滾、攀爬，感受瞬間飛翔嘅快感。最令人驚訝嘅係，有好多伊朗女仔積極參與跑酷運動。佢哋着住寬鬆嘅長袖衫褲，戴住運動型嘅頭巾，喺公園嘅欄杆同埋牆壁之間靈活咁穿梭。雖然偶爾會惹嚟保守派人士嘅奇異目光，甚至會被保安驅趕，但係佢哋依然堅持訓練。喺社交媒體上面，你可以睇到好多伊朗跑酷少女嘅影片，佢哋以極高嘅技巧完成各種高難度動作。對於呢班女仔嚟講，每一次嘅跳躍都係一次無聲嘅抗議，證明女性同樣擁有力量、勇氣同埋對自由空間嘅掌控權。佢哋用自己嘅汗水同埋行動，打破咗外界對伊朗女性柔弱、受壓迫嘅刻板印象。講起打破刻板印象，我哋必須要講下伊朗女性喺教育方面嘅驚人成就。你可能會以為喺一個實行政教合一、法律上對女性有諸多限制嘅國家，女仔嘅讀書機會應該好少。但事實啱啱相反，伊朗擁有全球最高比例嘅女性科學、技術、工程同數學，即係所謂 STEM 領域嘅大學畢業生。喺伊朗嘅大學校園入面，女大學生嘅比例長期維持喺60%以上，尤其係喺物理、化學、計算機科學，甚至航空航天工程呢啲傳統上被認為係男性主導嘅學科入面，伊朗女仔嘅表現極之彪悍。點解會有咁嘅現象呢？其實呢個同伊朗嘅社會結構同埋家庭觀念有好大關係。喺經歷咗兩伊戰爭之後，伊朗社會意識到知識同埋科技對國家重建嘅重要性，無論係開明定係保守嘅家庭，都極度重視仔女嘅教育。好多父母認為，既然女仔喺社會上或者政治上冇辦法獲得同男性完全平等嘅權力，咁唯一可以改變命運、獲得獨立同埋尊嚴嘅途徑，就係擁有極高嘅學歷同埋專業知識。因此，伊朗女仔讀書非常之搏命。不過呢個亦都帶出咗一個好殘酷嘅現實。雖然女性擁有極高嘅學歷，但係當佢哋畢業踏入職場嘅時候，依然要面對嚴重嘅性別歧視同埋就業困難。高學歷、低就業率成為咗伊朗社會一個亟待解決嘅大炸彈。但無論如何，呢班受過高等教育、擁有獨立思考能力嘅女性，已經成為咗推動伊朗社會變革最不可忽視嘅力量。要了解伊朗人嘅生活，我哋仲要睇下佢哋手上面部電話。伊朗政府對互聯網實施咗極度嚴格嘅審查同埋封鎖。外國主流嘅社交平台，包括面書、推特、油管，甚至好多國際新聞網站，喺伊朗嘅常規網絡入面，通通都係上唔到嘅。政府亦都大力推行所謂嘅國家局域網，希望將國民嘅信息來源限制喺官方可以控制嘅範圍之內。但係俗語有話，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伊朗人可以話係全世界最識得翻牆嘅民族。喺伊朗，由10歲嘅細路仔到80歲嘅老人家，幾乎每一個擁有智能電話嘅人，機入面最少都會安裝3個甚至更多嘅翻牆軟件。社交媒體，尤其係 Instagram 同埋 Telegram， 喺伊朗人嘅生活入面佔有極度重要嘅地位。佢哋唔單止用呢啲平台嚟同朋友傾偈、分享生活，更加將佢哋變成咗最重要嘅商業同埋信息平台。因為受到國際制裁，伊朗嘅經濟一直唔好，好多後生仔踩唔到正式嘅工作，於是就喺 Instagram 上面開網店，賣衫、賣手作、賣化妝品，甚至做代購。可以話，翻牆軟件已經成為咗伊朗人維持生計同埋與世界接軌嘅必需品。每逢政府加大力度封鎖網絡，民間就會迅速流傳最新嘅翻牆方法。呢種貓捉老鼠嘅遊戲，每日都喺網絡世界度上演。喺虛擬世界入面，伊朗年輕人展現出同全世界後生仔一樣嘅面貌。佢哋追韓星、睇美劇、討論最新嘅科技產品，完全打破咗現實世界入面嗰道高高嘅圍牆。除咗網絡世界嘅獨特性，伊朗人生活喺一個同全世界都唔同嘅時間體系入面。如果你問一個伊朗人今年係邊一年，佢絕對唔會答你。而家係2026年，佢會同你講今年係1405年，因為伊朗係全世界極少數仍然堅持使用波斯曆，即係所謂太陽回曆嘅國家。呢套曆法
可以話係人類歷史上最精確嘅太陽曆之一。佢嘅精確度甚至比我哋而家用緊嘅公曆仲要高。波斯曆嘅第一個月係由春分嗰一日開始，即係每年嘅3月20號或者21號。呢一日就係伊朗最重要嘅節日諾魯茲節，亦即係波斯新年。波斯曆嘅閏年計算方法極度複雜，係由一班頂尖嘅天文學家經過長期觀察太陽軌跡而制定出嚟嘅，確保每一年代嘅新年都會準確無誤咁落喺春分嗰一刻。喺諾魯茲節期間，成個伊朗都會陷入一片歡樂嘅海洋。佢哋有一個傳統習俗叫做跳火節，喺新年前夕嘅星期二夜晚，男女老幼都會喺街頭或者空地生起一堆堆火，然後喺火堆上面跳過去，一邊跳一邊高唱：將我嘅黃色病態俾咗你，將你嘅紅色活力俾返我，寓意燒走過去一年嘅霉氣同埋疾病，迎接充滿活力嘅新一年。呢種源自古老拜火教嘅傳統，經歷咗幾千年嘅歲月，即使喺伊斯蘭革命之後，政府曾經嘗試打壓，但都無法阻止民眾對呢個傳統節日嘅熱愛，足見波斯文化強大嘅生命力。講到波斯文化嘅悠久歷史，你又知唔知原來有一種風靡全球貴族嘅運動，其實係發源於伊朗嘅呢？呢種運動就係馬球。好多人以為馬球係英國人發明嘅，但其實早喺2000幾年前，馬球就已經喺古波斯帝國嘅軍隊入面出現。最初呢個係一種用嚟訓練騎兵作戰技巧嘅軍事演習，騎兵需要喺高速奔跑嘅馬背上用長棍擊打地面嘅木球，借此鍛煉騎術同埋揮舞兵器嘅精準度。慢慢地，呢種軍事訓練演變成咗波斯皇室同埋貴族最中意嘅娛樂活動。如果你有機會去伊朗南部嘅歷史名城伊斯法罕，一定要去參觀市中心嗰個巨大嘅伊瑪目廣場。呢個廣場嘅面積係全世界第2大，僅次於北京嘅天安門廣場。而呢個廣場喺幾百年前嘅薩菲王朝時期，其實就係一個皇家馬球場。你而家去到，仲可以清楚見到廣場兩端保留住當年用石頭砌成嘅馬球龍門。當時嘅國王就會坐喺廣場側邊嘅阿里卡普宮露台上面，居高臨下咁欣賞底下激烈嘅馬球比賽。馬球文化深深影響咗波斯嘅文學同埋藝術。喺好多古老嘅波斯細密畫入面，都可以見到男女貴族一齊打馬球嘅生動場景。冇錯，喺古代波斯，女性同樣可以策馬奔騰，參與馬球比賽。呢個同現代伊朗對女性嘅限制，又形成咗一個有趣嘅歷史對比。最後我哋嚟講下伊朗一種極度珍貴但又面臨絕種邊緣嘅野生動物。一講起獵豹，大家通常都會諗起非洲大草原，但其實亞洲曾經都係獵豹嘅棲息地，分布範圍由中東一直延伸到印度。但係因為過度捕獵同埋棲息地遭到破壞，亞洲獵豹嘅數量喺20世紀初急劇下降。到咗今日，全世界唯一仲有野生亞洲獵豹生存嘅地方就只有伊朗。呢種被稱為伊朗獵豹嘅美麗生物，體型比非洲獵豹稍微細少少，皮毛嘅顏色比較淺，係適應中東乾燥半沙漠環境嘅進化結果。不過，伊朗獵豹嘅現狀非常之不容樂觀。根據動物保護組織嘅估計，目前喺伊朗野外生存嘅亞洲獵豹數量可能已經跌到唔夠50隻，屬於極度瀕危物種。為咗拯救呢個國寶，伊朗政府同埋民間環保組織傾盡全力，佢哋設立咗廣闊嘅自然保護區，嚴厲打擊偷獵行為，甚至將獵豹嘅圖案印咗喺伊朗國家足球隊嘅波衫上面，希望喚起全國人民甚至全世界對保護亞洲獵豹嘅關注。每次伊朗國家隊喺國際賽場上作賽，佢哋心口嗰隻奔跑中嘅獵豹都係喺度向世界發出無聲嘅呼救。可惜嘅係，由於國際制裁導致經濟困難，加上氣候變化，令到獵豹嘅獵物減少，保護工作面臨住巨大嘅資金同埋技術障礙。如果再唔採取更有效嘅跨國合作措施，呢種見證過古波斯帝國輝煌嘅美麗猛獸，好可能喺我哋呢一代人嘅見證之下，永遠消失。一口氣同大家分享咗咁多關於伊朗嘅驚人事實，由高居全球前列嘅變性手術、狂熱嘅整備文化，令人頭暈轉向嘅塔洛夫禮儀，到隱藏喺雪山入面嘅滑雪天堂，穿梭喺石屎森林嘅跑酷少女，稱霸理工科嘅高學歷女性，再到無孔不入嘅翻牆技術，獨步天下嘅波斯曆法，馬球嘅起源地，以及瀕臨絕種嘅亞洲獵豹。
呢10個切面打破咗西方主流媒體為伊朗塑造嘅單一、刻板甚至係恐怖嘅形象。伊朗絕對唔係一個非黑即白嘅國家，佢係古老文明同現代渴望嘅交匯點，係極度保守嘅宗教法規同生機勃勃嘅民間活力之間激烈碰撞嘅火花。喺厚厚嘅黑色頭巾之下，隱藏住一顆顆渴望自由、熱愛生活，甚至充滿住前衛思想嘅心。當然，我哋一開始提到嘅嗰個令人不寒而慄嘅話題，一旦那個排名第一的軍事強國付諸行動，將世界拖入萬劫不復嘅深淵，呢個並唔係危言聳聽。伊朗身處中東呢個被稱為世界火藥桶嘅核心地帶，佢嘅地緣政治地位極度敏感。大國之間喺呢度嘅博弈、制裁同埋軍事威懾，就好似一把懸喺伊朗人民頭上嘅達摩克利斯之劍。但係，當我哋真正去了解呢個國家嘅歷史同埋人民嘅日常生活之後，我哋會發現，無論外在嘅政治環境幾咁險惡，無論生活幾咁艱難，伊朗人依然用佢哋特有嘅波斯式優雅、堅韌同埋幽默感去經營住自己嘅生活。佢哋喺夾縫中尋找樂趣，喺限制中爭取空間。呢種強大嘅生命力，可能先至係伊朗呢個國家最令人敬佩同埋驚訝嘅事實。希望今日嘅內容可以幫大家打開一扇重新認識伊朗嘅窗。呢個世界好大，真相往往比我哋想象中更加複雜，亦都更加精彩。